各位評判、老師，大家好。有人問國家安全係乜嘢？其實國家安全同我哋生活息息相關。今日我就企喺我哋熟悉嘅西貢同埋將軍澳區，介紹一下國家安全同我哋社區嘅關係。我哋將目光投向西貢，喺斬竹灣嘅抗日烈士紀念碑唔單止係一座地標，更係歷史嘅回響。當年港九大隊嘅抗日烈士在此浴血奮戰，就係為咗守護國土。歷史話俾我哋知，國土安全係國家嘅底線，冇主權嘅完整，就冇我哋今日嘅安穩。視線再轉向西貢嘅客家村落，每年天后寶誕、醒獅舞動，客家嘅風俗至今仍代代相傳。呢啲豐富嘅民間習俗，唔單止係西貢嘅傳統文化，更係我國文化安全同埋社會安全嘅基石。民族嘅凝聚力會傳承落去。離開西貢，返到將軍澳市中心，呢度係我哋國家嘅經濟安全同埋科技安全嘅縮影。近年將軍澳區有多項大型設施落成，例如跨海大橋、創新園、中醫醫院。我哋唔單止身處於國家發展脈絡嘅一部分，更要兼顧生態安全，愛護呢一片嘅郊野同埋海洋。因為綠水青山就係金山銀山，就係國家持續發展嘅無價之寶。家係最小國，國係千萬家。西貢同埋將軍澳嘅安定係國家繁榮嘅見證，而國家嘅強大即是我們最堅實嘅後盾，讓我們心繫國家，從生活小事做起，共同築起保衛國家嘅安全嘅長城。我嘅演講完畢，多謝大家。